大家好，上一集咧我哋去完 North Wales，今集我哋去到英國嘅南部，去兩個好有特色嘅海濱城市 Portsmouth 同埋 Southampton。我哋會喺呢度展開72小時之旅，以 Portsmouth 做主角，除咗行下海邊，去下古城，仲會去到南部嘅最強 Outlet。點解估唔到食咗好多幾好味嘅亞洲菜？最後再去埋 Southampton， 用半日遊覽下呢個城市。記得讚好、分享呢條片，訂閱我哋，撳埋鐘掣。中意嘅可以用粉絲推介，或者 Super Thanks 贊助我哋。好，一齊玩 ，Let's go！一到步就見呢個 Spinnaker Tower， 佢樓高170米，造型咧就好似一隻巨大嘅帆船，感覺都幾型仔。我哋沿住海邊悠閒咁樣行下，呢個位仲可以租下水上單車，最啱家庭樂。我哋嘅目標就係 Old Portsmouth 舊城區啦。呢度咧就少咗市中心嘅繁囂，但係多咗一份咧寧靜同埋復古嘅感覺，仲有啲文青嘅商店同埋 coffee shop。跟住我哋可以沿住海邊嘅沙灘慢慢行。呢度仲有一幅好大嘅城牆，既可以行上去，亦都可以喺沙灘漫步，感覺都幾寫意。海灘旁邊有一個行路嘅小徑，見到一望無際嘅大海。沿路間中都會出現一啲充滿古典味嘅涼亭。我哋觀光嘅時候正值咧就係春天，所以啲風吹過嚟時咧都有少少凍。呢個涼亭咧就嚟避風就最啱噶啦，可以買杯咖啡，坐低食下零食。去到中途咧就係一個類似遊樂場嘅地方，充滿旅遊區嘅特色，有啲海邊餐廳同埋遊戲中心。再行多10零分鐘，就會見到呢部巨型嘅登陸艇。原來佢係全世界唯一保留住曾經參與過1944年嘅2次世界大戰諾曼第登陸戰嘅坦克登陸艇。佢當年載住10架坦克越過英倫海峽，退役之後曾經喺利物浦做過呢個嘅夜總會，最後咧就完整咁樣修復翻。你亦都可以買飛參觀佢哋嘅 D-Day Story 博物館，然後買埋套票入去呢個嘅登陸艇參觀。行出博物館冇耐，就係 Southsea Castle。呢個城堡係亨利8世喺1544年嘅時候用嚟防衛法國嘅進攻㗎。而家城堡就免費開放。喺佢嘅燈塔旁邊影下相都幾靚。睇完海邊嘅景點，我哋行返去入邊嘅內街，去睇 Portsmouth Museum and Art Gallery。裏邊除咗會講下呢個地區嘅歷史之外，仲有唔少嘅藝術品。如果行得熱、行得攰，可以喺室內呢度過下冷河，睇下歷史文物。如果大家中意海軍軍事嘅，
可以去呢個 historic.york 度參觀。不過對我嚟講呢，入場費就比較高，所以只喺外邊影下相。Portsmouth 嘅行程就睇住咁多，我哋係時候介紹下幾間幾好食嘅餐廳。我哋揀一間以飲食壽司做主題嘅餐廳，喺 Google 上面得分有4.5分，都算幾高嘅。Lunch 嘅時間收費就係15磅，當然係平日嘅關係，所以人客唔係咁多。店主一早就準備咗多款嘅壽司擺咗喺呢個嘅取餐區，款式都幾多。雖然都係以卷物為主，但係做得非常之精緻，而最重要就係味道都非常之唔錯。雖然就未必係正統嘅日本壽司做法，但係食落都非常之好食。唔單止有壽司食，佢呢度仲有唔少嘅熟食炸嘢，大部分都係屬於中式嚟噶啦。肉類唔鹹唔韌，味道啱啱好，值得推介。另外仲有一樣嘢，一般嘅亞洲 buffet就未必會提供，通常要加錢先有，就係飲品啦。佢呢度提供咗免費嘅果茶，隨便享用，所以可以攞嘢食之後，斟埋杯茶，坐低慢慢傾偈。佢整體嘅裝修就簡約親民，地方唔係好大，但係就坐得幾舒服，所以俾分就係7.5分。由於冇乜客人嘅關係，加上店員都幾好笑容，所以服務就有7.5分，選擇都唔少，我哋俾7.5分。味道就幾好味，我哋俾8分。15磅飲食壽司呢個價錢非常之划算，我哋俾9分，總得分39.5分，屬於值得一試嘅分數。另外，我仲食咗一間亞洲主題嘅飲食自助餐，入到去嘅環境裝修都算係高級，佢價錢係22磅，星期六日就貴2磅。入邊嘅環境定位就屬於中高檔次，入到去咁啱就播緊經典嘅廣東歌，感覺特別親切。嘢食嘅選擇非常之多，佢分咗唔同嘅類型，中菜、煎炸嘢、西餐、印度菜，仲有回轉壽司添，分類都非常之清晰。今次我就唔逐盤逐盤咁樣打開啦，我就會將每一區嘅食物，每一盤就攞一件放喺個碟上邊，等大家睇下啲咩嘢食。燒味就有呢個叉燒同埋燒肉，燒肉非常之惹味，叉燒味道都唔錯，係稍為乾身咗少少。炒嘢炸嘢方面就同平時嘅 buffet 差唔多，一樣都有嗰啲炸雞柳、炸薯條、炸春卷、麥樂雞、炒粉麵等等。不過佢有兩樣嘢比較少有嘅，就例如炸魷魚圈，同埋炸呢個嘅素菜餅，食落去感覺有少少似以前喺齋鋪上邊食到嘅炸素魚。而佢嘅鐵板燒更加有大蝦同埋帶子添，特別開心。肉類都係例牌有豬肉、雞肉、羊肉同埋牛肉噶啦，不過就配唔同嘅煮法，各有特色。仲有咖喱炆羊腩、咖喱雞、燒雞翼，花款都幾多，而且都幾好味。至於海鮮類，有炸蟹鉗、黃金蝦、青口、泰式炒海鮮。順便就試埋佢兩款湯，都係粟米湯同埋酸辣湯噶啦。甜品我就攞一啲好耐都未食過嘅泰式糕點，例如椰汁糕、三色糕等等。當然唔少得雪糕啦。估唔到選擇真係實在太多，諗住每樣嘢都試一件，但實在係無能為力啦。唯有出去影多少少食物俾大家睇下啦。
個人覺得整體嘅嘢食呢，水準都唔錯，同其他亞洲美食主題 buffet 嚟比，佢相對呢就冇咁鹹，感覺呢亦都少啲味精，比較啱我哋口味。佢啲肉亦都唔會 overcook， 食落口呢都幾彈牙嫩滑。有幾樣食品我都特別覺得好食。最後評分時間，環境都幾好，坐得幾舒服。雖然廣東歌播完之後就變咗國語歌，冇之前咁有親切感，但係我都會俾8分。服務方面呢，換碟都算快，而且有唔少人喺度慶祝生日，所以好多時呢都會聽到佢突然之間播放生日歌，職員就同佢哋一齊慶祝，整體嘅氣氛都幾歡樂。我俾7.5分。選擇嚟講呢，我覺得係算非常之多噶啦，所以我俾8.5分。味道方面，我覺得絕對係唔差嘅，可以話係食過咁多亞洲自助餐裏邊比較有水準添，所以我俾8分。至於收費，平日呢就22磅，屬於同類型嘅正常水平，所以我俾7分。總得分39分，都算係值得一試嘅。最尾我哋發現，原來都有幾多泰國人居住喺 Portsmouth 度，咁我當然唔會錯過，試下揾一間泰國嘅餐廳食下啦。我哋去咗呢間泰國餐廳，佢評分呢高達4.7分。餐廳呢就空間唔係好大，大概呢就坐到30-40人，樓底高，環境呢亦都幾舒服，所以難怪就算平日佢都已經 book 晒位。好彩當日我哋行到5點幾已經好攰，一早呢就去咗呢間餐廳。所以佢都安排咗張台我哋，不過就變咗要限時，快啲食完啦。我哋呢就叫咗冬陰功湯麵同埋豬骨湯飯。雖然冬陰功裏邊就唔係咁多海鮮，反而呢換嚟呢係一啲魚蛋，但係味道一流，非常之好食。而至於豬骨湯就食落呢就少似肉骨茶，同樣呢調味好啱我哋胃口，價錢12-13磅一碗，可以品嚐到泰國嘅風味，尚算合理。而中途咧亦都外賣不絕，所以難怪咧就有咁多客幫襯啦。睇完食嘢，我又睇下買嘢啦，就係英國南部最強嘅 Outlet 啦。呢度雲集咗90間著名嘅商店，唔少貨品都係3至7折。我最中意睇下呢啲運動牌子。有部分更加有超特價優惠，本來咧就冇諗住買嘢嘅，結果都忍唔住課咗金。如果買嘢買到攰嘅話，由於佢正正就喺呢個海邊，裏邊亦都有唔少嘅食肆，所以行到攰可以隨時咁樣咧買杯嘢飲，叫啲嘢食，坐低 chill 下都唔錯。而其中一日，我哋咧就用咗大半日。由 Portsmouth 搭火車去到 Southampton， 正常一般嘅車程呢大概1個鐘，但係當日有維修，所以我去到中途站呢仲要轉巴士先到，時間呢就長咗。呢度除咗係郵輪之都之外，佢仲隱藏咗好深厚嘅中世紀歷史同埋超強嘅新舊建築對比。我哋落咗車，慢慢行翻去呢一個嘅市中心，而喺 High Street 更加有好多嘅古蹟林立，例如呢個 Bargate。係12世紀建成嘅古老城門。另外，佢仲有保存非常之完整嘅城牆，我哋可以沿住古老嘅城牆慢慢行，沿路順便睇下附近嘅景色。行到呢度，更加見到一個好大嘅新型商場 Westquay， 啱啱喺正古城牆嘅對面，形成一個非常之強烈嘅新舊對比。除咗呢啲古老嘅城牆、花園、街角吸引之外，
呢座超過800年歷史嘅黑白木結構建築，可以話係 Southampton 最古老嘅建築物之一。佢外形除咗充滿住古舊嘅英倫風情之外，隔籬嘅花園呢亦都保存得非常之精緻。另外呢度仲有一個教堂嘅遺址，佢喺13世紀嘅時候建成，係當時 Southampton 5大主要教堂之一。不過咧，佢喺2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德軍空襲而炸毀咗，而家咧只係剩翻外牆、鐘樓同埋側根嘅部分結構。而當地政府亦都決定唔再重建，反而將呢個遺址完整咁保留，作為呢場空襲戰火嘅歷史見證，亦都係和平紀念公園。呢度亦都係一個專門紀念1912年鐵達尼號沉沒故事嘅噴泉紀念碑，特別咧就獻俾當時遇難嘅船員同埋水手。呢啲古蹟全部圍繞住市中心附近，非常之容易到達，啱啱好大半日咧就可以行晒。雖然當年受過戰火洗禮，但係而家嘅古蹟城牆亦都成為咗呢個城市吸引人嘅地方。最後我哋揀咗一間 Google 評分4.8分嘅日本主題餐廳，雖然實際係華人開㗎，但我叫咗2個定食，佢定價非常之實惠。12磅就係一個鰻魚飯嘅定食，有湯有嘢飲，味道都非常之唔錯。唯獨爭少少嘅就係佢定食嘅湯係魚湯嚟嘅，並唔係麵豉湯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都係值得一試嘅。眨下呢2個城市嘅觀光、美食同埋購物團就已經圓滿結束。唔知你哋嚟過呢2個地方未？對佢哋有咩印象呢？未嚟過，有冇會趁住暑假一齊去放鬆下呢？下一集堪記士多，我哋再見，拜拜。